多谢。来，忝诶。啊，袂忝是正常诶。即咱古早吼，咱古早阿嬷吼，也咧讲一句话，讲吼，即个头拄仔会忝吼，头拄仔是安尼，打食饱，所以常咧讲一句讲吼，腹肚若定，目睭袂着啉啊。咱讲话头拄仔吼，无啥人久久哦，无啥人久久哦，讲腹肚若定，目睭就啉。诶，讲来讲咯，即古早阿嬷讲咯，咱若早暗吼，啊，大声发吼。大声喊吼，讲健康搁快活。啊，讲早暗的若喊三声，讲病痛拢免惊。刚才咧讲啥啊？哦，就是讲吼，咱有当时啊吼，爱活动啦，啊，然后这声吼，这气吼爱甲喊出来。来，咱来试看好无？咱来喊三声好无？吼，啊，讲病痛拢免惊吼。来，我来哈，啊，你再来你拄我，安尼，哈哈哈，来，一边开始来，哈哈哈。即个早暗吼喊三声，病痛拢免惊啊！这嘛歹交代哦。来，好，咱搞继续了，咱照咱即次的即个安排吼，咱等下到半时钟大家来 Q&A 吼，我看真好吼，真好。啊，时间同夸张。来，咱拄仔吼，讲吼，咱咧讲南岛族吼，讲无啥关系，啊，毋过咱看哩讲。台湾就是安尼来国际化，台湾就因安尼来受到重视，佮读到有一篇文章，台湾上世界礼物啊，世界礼物就是咧讲哇，即段物件吼。啊，这好都无咧讲吼。来，啊讲面包吼，咱来举两个例吼，举两个例吼哈，来做参考哈。啥物例呢？就讲啊到底吼，这个咱讲咱环境吼，啊到底咱的环祖先吼，到底因是啥物社会，啥物款的状况？啊，咱记两个吼，做参考，各位去看啊，啊这个哈，历史呢形成以前，历史就讲有文字记载啦吼，啊无记载时吼是安怎形成的吼？台湾社会，你看是东番去，东番就是当初时吼，当初时荷兰人还未来台湾的时阵，有一个叫做甘地啊陈帝，啊伊来到台湾的时吼，啊伊就是吼，伊就写从台湾所看到。写一篇文章，这叫东番，这做名吼，东番记啊。这叫做有啊人记住啊，啊若无拢做者无准神吼，无准神。伊安怎呢？啊，伊讲啦，伊讲吼，带吼，颠簸的查甫囡仔，伊若要带某嘛，要有对象是伊安怎？伊爱找啥物呢？啊，讲吼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会当来带来做家后的啦，啊，做家后的。啊，伊若这查囡仔有这意思的啦，啊，就派人安那咧，派人送吼马勒啊，马勒猪啊一箱。查某囡仔吼，啊较便宜啦吼，较便宜，内底无啥便宜。你查囡仔若甲伊收起来，若无收啦吼，那你这物件我无爱，表示安怎？伊讲这段爱情，这段婚姻啦吼。啊，若接收咧，快哦哈！你看咱的番祖先偌先进，你敢知影吼？讲这婚姻若甲收起来。暗时啊，会当来去因兜来。啊呐，无免叫问哦，免叫问，听声啦，迄囡仔囝，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。你看会先进嘞，你看着都咱记载哦，哦，啊呐，查某听着就哦来啊，我心所爱来啊，头壳门开起，后一个，哦，这挺先进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注意哦。啊，天未光吼，咱管离开，袂使咧，互因老爸老母看到，若看到呢，迄骹咧是讲话长吼。所以决定呢，趁老爸老母还未起床，还是无看到的时，还未起来时，管栓吼，看了，懂意思的吼。啊，从此呢，就安那，就暗时啊偷去，啊，就安那，即时啊呢偷走，偷走，就讲，这个炮火去是哪一关走？啊，连岁月讲吼，安尼。一单安尼一直进。今仔来讲呢，淡薄仔咧气氛的感觉，你知影吼？啊，你淡特别呐，我安尼继续刺激了，你知无吼？我刺激啦吼！咱就个吼，咱来翻祖先咯，真先进啦，吼！啊，一直等啊，就是啊，等这查某囝有啊啦，有心啊，吼！啊，这个查某的吼，他去，这查某因兜吼，迄
较年轻，你知影无？伊是保护社会哈，保护社会，保护社会吼。哦迄当个时阵吼，即个囝婿他看到伊个老母啦，老母，即个查囡仔的老母吼，上厝的断刀啦，今仔讲叫红椒啦，红椒啦，咱汉人来讲叫红椒啦，查某红椒啦，其实毋是，迄时阵就是保护社会，所以叫太祖嘛，恁祖嘛上大啦，无？你来讲恁祖嘛，恁祖嘛吼，就是保护社会吼。是老爸老母哦，伊本身老爸老母咧，袂使讲，就变成毋是个囝了，变成伊了。咱以前吼有一首歌吼，叫做《五更鼓》，真有意思哦。所以你若看这个，原来是咧讲这啦，来看这啦。咱就是个变化，你看，你看哦。这头发这方面开始咱民国啦吼，开始了。时代啊，查甫囡仔啦，看着查某囡仔教伊，派人送兵，买落厝去互迄个查某囡仔，兵方若接受呢，查某囡仔就甲按时来讲，然后来按记就对啦。这头咧讲，咱就卖到时间来，咱来看这首歌，啥意思无？各位你看哦，这首歌吼，会晓唱袂？会晓唱袂？会晓袂？会晓吼，真奇怪哦。我会晓唱袂，讲袂，结果若唱吼，我大陆我大声。伊行过月照山，看阮的手。无心肝，好啦，我唱我听。我到这边啦，你问下咱甲点一下，我唱来，够你看哦，你有水着无？你水安那呢？较细声有听啦，较细做袂紧哦，我咧讲浪漫的气氛哦。一家家果计照山，这做诗言诶，二家家果计照田啊。三家家果计照汤，四家果计照面，五家家果呢？天将你看哦，空阮的手，你看见就拢查某主动咧。空阮的手忘心肝咧，好咧，忘心肝咧，好。空阮的手一大厅咧，看到无？空阮的手一手棒咧。后尾上面整较紧啊，对不对？再讲五家家果天将光，阮厝行牛叫食饭，想要开门叫门仔转，手换面带心头酸。安知咧讲啥吼？安知咧讲啥？以前你毋知这段历史，你知伊咧讲啥？好吧？五家家果天天跟老爸我跟阮厝咧家己讲，阿爸来客食饭哦。快起来，赶紧走，再叫快点。想要开门，搁开门到就叫阿婆仔转去。手换面带心头酸。然后你上个手机啊吼，马上来，我唔知。你讲这。你看，你查甫查某，你看王心肝就大厅，手白手长，就这样讲。可以，这首歌就是反正，这首歌就是反正咱你就敢唱，其实不是安尼。你只会叫是你讲哇，这首歌真有意思。若我都唱到，袂当吼，不要紧，咱算。好，安尼来看第二个吼，咱来看迄个风俗吼，大概风俗就是查某做主动的。用今仔日咱讲这大面是，其实毋是嘛，就是安尼即款风俗。再来，荷兰人统治下台湾吼，内底呢，你看什么样？荷兰的盖早吼，台湾历史上盖早第一个牧师，甘地六世旧甘地六世当时1617年到1637年，台湾十单，你看偌久啊？台湾第一个牧师，荷兰来，叫啥？叫克尔文教派这算改革派啦，宗教改革派。即个后来时阵吼，伊写荷兰文，就讲伊伫台湾做10单牧师，伊就安那有从伊台湾10单吼写一本册写一寡迄个感想，用荷兰文。尾仔时阵吼，一直到当时一直到呢即个什么人高威，这大家拢知影吼，高威吼来时阵吼，
较特别吼，从伊所到留落来遮个物件吼，甲翻译，迄个荷兰人统治下台湾。啊，内底啊，有引用着甘柳迪斯吼牧师的第一首的宝贝的时阵，就讲伊甲翻译啦，安尼来看吼，迄个时阵的牧师的眼中的台湾是安怎吼？咱看一下哈。这第一首的资料，你看，伊讲吼，因的皮肤吼这个乌暗啦吼，像咱像东印度人啦，今仔日南洋的这个原住民吼，就乌啦吼，无像咧考菲尔人吼，非洲的南部乌人较乌啦。第二呢，所以你若感觉奇怪，你若特别甲人较无共较乌，就是你的身份吼，烦恼想较济。第二个讲吼热天吼，热天时吼，伊拢安那赤身露体，无穿衫裤啦吼，一点仔就袂感歹势，热天的时阵咯无穿啦吼，查某囡仔呢迄个骨架呢较细汉，因吼昨昏有穿一点啊，一点啊。有淡薄仔歹势，但是呢，若咧洗身躯的时吼，袂歹势，而且伊一冬吼爱洗2遍。洗身躯的时若有查甫人过吼，嘛袂歹势，吼。你牧师我咧别人无看咱看人洗身躯，来，做回来讲吼，你看来讲总的来说吼，福尔摩沙人呢，拢真 friendly， 真忠心，真善良。因对外口人嘛真好客，用十分虔诚的心呢，按照用心呢提出因物件，甲因来交代。这是牧师眼中之下那个看的物件。伊讲吼，福尔摩沙吼这个住民吼，主要呢从什么简单的农作由查某人呢承担大部分呢这个石头工作，你到石头工作查某人咧做咯，查某人做石头吼。像呢，布碗啦挂球仔即款的，你看吼，球仔若挂了就摕倒伊厝内，暗时吼摕出门仔载有够人食两三束的这稻穗，挂伫咧这个火顶吼，伊甲火炭火灯。第二天呢，较佫由这查某人起床的来这个整理。你看，一冬过一冬，一日过一日，全无超过一冬所需要准备内容。就讲伊较无迄款的如何观念啦吼，这就是牧师讲伊看到写，当然还佫诚济啦吼，咱是记录一下吼，用一下。后来咱来看一下哈，安尼无准你看互大家看遐图。这乾隆时代吼，乾隆时代派一个这个西洋人吼，做好味道的，来台湾吼，将这味道来倒去吼，你看无？这竞争查某人，当时看到了，爱就拿来留下来。这种技术的资料，即卖话了是200-300年前的再来，你看，我对我看无所以证明呢，这个甘地尔斯呢，伊所讲的是有影吼，符合的。来，再来，来整理，来整理吼。拍啦，小姐，去呼吸就对了，你看来，各位，咱来看哈，咱静脉吼，伫咱喙内吼，有迄个时阵留落来语言吼，咱来看一下哈，来，招标，咱叫你讲招标，我来讲，干嘛听我招标？招标里头串像天文公赛，招标的赛跑，招标，咱中国有咧讲招标，咱中国有印度嘛讲有招标，招标，六达，我听过六达。6月6头家落田拍6达就是安那，你捌听过吼？芳茶的物件。你解释，咱无听过我有白纸。芳茶的物件。对，芳茶的物件，所以你就希望咱做个这整地的工具，整地，迄土吼，甲拍到啥物呢？甲拍完啦，然后咱落过雨了时，土甲就咱就完对不对？你种植咱歹种植啊，你种植以前是啥？先用土拍到山，土完啊，来拍到水对不对？就松达，叫六达。六达啥意思？六达其实吼，后来汉人来时吼，叫做整地的农区啦，农夫啦。但是我要甲报告吼，这个六达吼，离这个原住民语吼，叫啥意思？羊肠啦，羊头，哎，羊头。
各位就是汉时代到台湾的时阵，看到这个杨桃的形状，去想到一款的整体的风景。有啊，球球，咱拍的是咧涂到钱。这大家知影就知。啊，即嘛，咱即个讲农业整体的工具。所以啊，6月6头家就才拍6档，6月6做事人拍6档。咱即个利用哦，咱即个利用哦，咱讲利用哦，较少哦。诶，拄啊有来倒一位吼先生吼，这个老师吼，大家感觉做欢喜哦。哦，来你是，简单讲就好。哦，啊，做医疗地大酒哦。啊，对遮老师讲到迄个好香，好壳啦吼。啊，阮月初的时候去二林，啊，阮太太要去办迄个，搁补请迄个啥，离职手续啦，吼，离职在证明单啦。啊，就想讲吼，啊，30年前吼，啊，伫还未结婚的时候，啊，就去遐食中昼吼，去迄菜市仔场吼，去食中昼，啊，就想讲，啊，伊炒迄面吼，用迄。就是好呀啦，啊，去炒迄个吼，啊，我讲啊，咱过来找看卖啊，去找有是因的囝，还是新妇在炒面吼，啊，油丸用迄个，好呀，好，拉2个，啊，就捧出来，就一碗迄个面啊，啊，所以吼，恁若有机会吼，去迄个二林迄个市场吼，二林镇迄市场吼，迄一个入门，迄有一档，啊，即摆也用迄炒面，二林镇。我多声吼，即吼，若是我来做讲的吼，我拢是咧切看着的吼，每年大家拢讲吼，啊，真正这是咱个人咧，是咱后尾做后家，讲主，对啊，现在来对啊，即个讲咱讲的是正确吼，来，好，咱帮你们讲明了吼，来，咱讲是讲吼，人啊，阿西，全部甲人讲几句，马西。安尼，马西，哦，食去食马西，来，马沙巴，来，土特，不能讲土特，不能讲土土，不能讲土土，不能讲土特，咱家，今天所讲咱讲，咱家咱讲土土哟，像阮兜，阮遐就讲土土，来，什么？鳄鱼。怎样？鸡啊，爱兵，鳄鱼，来大怪啊，他们讲大怪啊，蝌蚪，大怪啊，红怪啊，酱怪啊，咱家，阿梅啊，无啦，参加迄个，蝌蚪啊，我逐日咧走，我甲大怪啊。大怪啊，酱怪啊，红怪啊，咱家阿梅啊，各位，你看得到无？只要是阮自己记吼，比汉语的时，比咱学老的时吼，我拢真济讲法。土，来，老啊，咱讲正经的拢是正老啊，咩啊？花刀的，下岗的时阵吼，你一定来讲下岗的时候，该人下岗人对不对？我咱专家有讲下岗，系有下岗的，主管有下岗的，哦，啊，关键嘛有下岗的，家庭台湾这说有下岗无？下岗叫做鱼港意思，鱼港，鱼市，你袂理爱市，鱼港，下岗。所以你们5月下岗，咱台人去下岗嘛，下岗，来，艋舺，拢知影，万华，什么意思？卸甲船啊，独木舟，啊，大巴黎，台湾讲台湾，我是过大巴黎事件，啊，大巴黎事件，现在有证，这个大巴黎，啊，大巴黎呢，就是一个汉字的意思，汉字，他妈
所以日本人乃从大巴尼改做玉井，伊玉井这两字，日本的汉字叫做塔玛尼。玉井这两字的日语的汉字，它叫做塔玛尼，所以其实就是为大巴尼来的。所以现在咱打到这个歌谣，因为歌谣的日本的汉字叫做塔头，一打到来，不能做大概吼。来，这个干刀，我咪要知影你是毋是真台北人，遐厝就头知影。真正台北人会讲干刀，若你甲我会讲关刀，对无？海鱼啊，海鱼啊。这个打到头口顶人，主理，顶人，主理。好呀，讲什么来？讲是咱遮个咧用的哦，打到干豆筋、干豆打安尼是两板甲赤甲麻豆、酸啊、老啊、豆白啊、二里套麻沙拉这个马西甲招标，即咱遮个咧用的，咱所讲的落话，加东西，所谓的什么白毛鱼，啊，毋过汉人真害，咱讲伊留下拢一寡名人。马西，闽南阿西，从来讲这款哦。领导阮斗，咱的斗，所以马西，阿西，拍带，南岛语啊，咪白毛语，速度啊，迄个拍带，咱名拍带，啊，你从来毋知影讲伊是南岛语吼，白毛语，阿萨布鲁，阿里不达，嫌外父出高差，嫌爸母出阿里不达。不是日语，不是日语，哦，要做台湾吼，足多元的啦，足多元的。阿萨布鲁是咩？俄罗木济。阿萨布鲁。那以前咱们讲真正的乌鲁木齐，是啦，是俄罗木济啦，俄罗木济。这种是白毛语，咱即那个咧用的白毛语。好，有一寡呢，咱无咧用，毋管啦，伫即个原乡，伫即个较平埔的所在，还有咱有咧用的，譬如伫阮的这个，阮东山的高压线，阮台南的关电的番仔田也是呢，即个即个小拿遐小林乡小林村遐，也是呢麻豆，就讲还有一寡即个所在吼，因当地人咧用的，外口无咧用的，譬如讲你若听到你的同事，听你比如讲来，你要什么啊？你要即个 CD 啊，你要 CD 啊，我听有人听过这个无？啊，你家出 CD 啊？你若听到你的朋友讲你要 CD 啊，你食面的时候，你要 CD 啊，胡椒粉，胡椒啦。你想啊，这饭店，这家饭店。无伊就讲即个话啊 CD 啊，你若去大山的时候，拢讲 CD 啊，听有。现在敢有一个大学生，伊去高雄读大学，有第二届的同学去咧食面，结果是因问同学讲，你要 CD 啊？同学讲CD 啊，生活好，伊较查讲伊个话甲人无共。胡椒啦，伊啊，各位你捌听过人叫伊啊？这个叫伊啊，你讲奇怪嘛？叫伊啊，你叫伊啊，来，伊英的泽兰，你看伊英，什么泽兰？恩泽的泽，定然，稳定的定，恩泽的泽，选择的择哈，提手旁变成了三点水，泽兰兰花的兰，定然，差定然，巴威，捌听过吼？来啦，你捌听过？巴威吼，麦什么嘞？麻糍一个月，对吧？阿米吉，这上迄个阿米吉，捌听过？阿米吉，边人，阿米吉，巴布阿里，感谢。阿里什么阿里祖，伊咧拜叫阿里祖，巴布阿里祖，马来路，再会。这吼，咱国家无咧，
家己搞买钱的，啊，做便宜，我家人管家，搞便宜。啊，这是咱叫你用的啊，三不五，咱听你讲嘛吼。啊，讲无咧讲济多，咱听你讲。这是咱搞便宜的，啊，咱都唔知讲这是。他的是一样的意思就对了。是啊。我说我对了，你不打是一样的意思就对了。不三不四啦，你讲咩对啦？无正经啦，不正经啦。本身的意思就是这样。迄唔是伊，迄唔是倒伊下来。来，啊，说出来这个所以有真济啦，所以看，咱来讲，会成袂成，这两个进前，我听句话。即阵真正会成袂成吼，较好起来吼，送迄落主啦，较散起来吼，送平衡啦，平衡捌有啊咧，啊会成袂成吼，变两个进前啦，我咩意思？讲即阵新书会成袂成吼，平衡较快拄起，你若把收起来，接收起来，就讲 OK 啊，啊若无咧，再来你。好，再来哦，无会讲再话，啊有咧，咱去交过，安尼对啦，好，变成文化，变成保护文化，保护文化，咱遮应该嘛有哦，天顶有天公，地下有保护公，我听我说，保护一个单位，保护文化，这就是地保文化了后来吼，母系社会较有诶，保护社会较有诶吼，来牵手文化，牵手，牵手。牵手，咱即种牵手是咧指太太对不对？即款牵手对不对？古早诶时阵其实毋是安尼，牵手啥指两个叫做红老母意思，红老母牵手，牵手。啊，拄着悬的伫查某手内，这查某来表现了无好啊！是查某人出去吹的时阵，这查某皮毛是活落的时阵，就甲放手，安尼放手，甲擦手。这种放手，啊，所以是个牵手。放手就甲离啊，甲离啊，离太靠讲难听。所以牵手讲啊，有一个放手，放手啊，拄着悬的查某的手内，太祖妈的手内，什么太祖妈，太祖妈，你讲恁祖妈，你看恁祖妈是讲这样，祖妈嘛，这叫祖妈，查某就无迄社会啊，你牵手，甲你牵的，来牵的，啊，若无爱表现了歹，出一支嘴的，来放手。啊，所以咱以前来讲吼，啊，尾仔时阵吼，顶讲啦，汉人来时阵吼，比汉化比了时吼，我话讲叫溪底汉字搞亲啊，溪底汉字搞亲啊，边无法度搞亲，牵亲姻亲啊，啊，这个讲啥话呢？黄河快看啦，三脚岭难安啦，这个讲啥理解？这汉人才厉害，安尼厉害呢？你看汉人啊，咱见到人原本吼，土地拢白无啊。结果你汉人来时，较比汉人的地点霸占了财产。第二，咱本来是查某咧太祖妈，对不对？较变恁祖公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咱本来是因祖妈咧做主的，但来到变恁爸，恁爸就是汉人文化，恁爸啊，恁爸上大，恁爸就是古社会啊。啊，若恁祖妈就是恁爸古社会。结果是安尼，你看，贵宝社会甲八甲民族的社会哪有？啊，所以尾仔就看不人消遣咯，讲溪底汉字搞紧啊，白无把它搞紧，安怎讲呢？照这讲个是你来兜，阮招你来阮兜啊，啊，像若说变汉人来时喏，煞经过演变了，财产霸占了身上，煞换啊，换这个查某为嫁啊，为嫁，你若看这个查某较因头为较比嫁，但是呢，若爸母嘛，爸母查囡仔去嫁哦，去真正用。符合社会价格时吼，有一个条件，几条件？每一单爱选一个日子，请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啊，阮高级部啊，这个高级公安一大堆吼，爱请阮兜的亲戚朋友，亲友爱请伊食一顿，办食青草就对啦，食青草。啊，所以若好，啊，所以袂扣钱，敢知影？啊，安尼来讲是，讲哦，番婆快看啦，番婆吼是真好骗，真好拐啦。真好怪啦，所以讲啊，讲叫这个话快砍啦吼，什么快砍，真紧给咱砍手啦，啊，三脚鼎难安啦，啊，三脚难，鼎三脚鼎吼，菜拢袂调，咱才要调。哦，我恁爸吼，安尼趁一工的所趁的吼，啊，我即边请恁兜伊遐还清哦，我多甲食倒。调干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靠这个来讲。溪底汉字搞紧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全部把它搞清啦。伊来讲，你当下你到尾吃的时候，讲我等下看清你吃啊，我讲无啦，我甲伊算关系啊，讲走来，你做啥？
爱办变做得办的，啊，当所谈啊，啊，你讲开到了，包括产都没掉，对不对？对，爱付出代价，啊，我你理解到文化，比较出名嘛。啊，这我今天怎样？我后来吼，我捌吼写一个首诗吼，讲这啦吼，讲牵手，我讲牵手吼，啊，实在是一个真好的这个互相的吼，牵手吼，牵手。我来写吼，我来写，这我捌发表过吼，我来写我吼，手一牵一世人，这一领鸳鸯鸳，双人斗阵行，永远无惊吓，两人手牵手，天长搁地久。有你疼惜的日子，生活上介水；有你关心的日子，事事万如意。结合是天意，斗阵是福气。无论风甲雨有偌尼粗，牵手的道路犹原搁远远。相爱的时间嘛是搁长长。双人牵手继续行，行出代代红光明。多谢。当然是哦，早起这20-30天啊，看到平埔有这牵手这风俗，有感而发吼。我当时就安尼写吼。我想袂到吼，有人感觉袂歹，我有发表哩，我有放伫这个网站吼。有人看了是来讲真假的，煞吼。因后生咧带新妇的时阵吼，伊怎做这首歌印到贴仔内底？哦，我轰动咧！伊怎捌看贴仔内底，伊台语死的哩，台语台语的哩，就是咧，下头我了解吼，看一世人，真正完全啦。不，啊，伊就反应袂歹，等于讲甲我一个鼓励啊。所以后来我写一首叫牵手路。咱写牵手路，就是讲吼，我一世人咧做伙行吼，安尼行到60-70岁还咧做伙行吼，有感而发，就讲吼，简单来讲，讲还未离婚就对啦吼，还未离婚的啦吼，写吼。我来讲笑，讲嘛后面再写第三首，讲未离婚咧写，啊，这首是还未离婚咧写，我是安尼写，我讲。一世人做伙行，食了盐酸苦正，一句话就真情，一句爱说分明。无孤单，因为有你作伴；无虚伪，因为你是靠岸。牵手的路有跋倒的伤痕，牵手的路有夫妻的情分。日出到黄昏，我会永远感恩。感恩的心有你相敬，欢喜的心有你同行。多谢。哎吼，做代志吼真趣味啦吼，真趣味。啊来，结果是吼有一遍吼，我伫网站内底吼看到。一出这个舞蹈吼，叫做百年好合啦，啊，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吼，结果是呢，伊讲这个作者呢，啊，写 email 甲我来讲，伊就是看我这首诗吼，他在想吼，啊，讲一世人做伙行，食了咸酸苦正，无孤单吼，有你做伴，无依依，你是靠山吼，想吼，结果是呢，互伊一个灵感，煞啊，变出一个舞蹈叫做百年好合，好，这差不多吼。来，最后咱这个物件吼，咱这个物件。最后，咱一首吼，一首歌，我来当唱，来我唱好，来唱吼。你怎么样？就讲，甲咱做嘛会记诶？甲恁做嘛会记？这你是咧甲迄落，你甲无甲咱做嘛，甲咱的太做嘛会记的。讲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啦，啊，咱拢反对啦，反对是反对甲反对吼。讲咱是平埔原住民啊，千万唔通放袂记啊，所男所女站出来，甲咱做嘛会记的。啊，曼殊哈巴啊，发出了新芽啊，新生命将开来吼。这好笑者吼，啊，无就我家己笑好啦。咱是平埔原住民，千万唔通放袂记，所男所女站出来，甲咱做嘛会记咧。咱是平埔原住民。千万唔通放袂记，所男所女站出来，甲咱做嘛会记咧。好，爱得啊，差点怎样？这个手来说话，这个什么叫所男所女？敢知影？啊，我应该这张地袂当囥啊。各位，你若要知影这新闻，有一个足好的方法，两个方法上好，啊，搁科学证据的。第一就是去马街第一，去抽一了尾巴，互伊甲你检查你 DNA， 这上界准吼。这个偏面面就是安尼去检查，你嘛你甲检查吼，啊，结果是呢，偏面面看了结果是做欢喜，因讲因反对，而且佫有足深的反对吼，迄新闻作法的。另外一个方法，免开钱的，足简单，伊即卖咱拢电脑化，免啦，要紧啦，我看要紧啦吼，不用啦。免啦，来，一个方法就是
你去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口成本，啊，户口成本。你户口成本哦，爱哪申请？你爱申请到一句时代，一句时代，就是讲一句时代。你若看到你的一句时代的户口这个成本下骹有写一个数息，啊，就来强印，你是反对，息。啊，你若讲你真正是汉人，最简单，下骹有一个华人的华，啊是呢清，满清的清。啊，你若下骹该写一个啥物呢？写一个迄款个广，啊广就是广吼，是客家人，但是呢，啥物叫欢喜的？哎，该写一个闽，写一个福建，讲恁的祖先是会晓讲福建话的原住民，恁的祖先是会晓讲客家的，所以你若真正是汉人，来讲可能是会写该写一个清朝的清，啊是下骹该写一个所谓华，中华的华。啊！你若该写会该写一个广东，啊，该写一个福建的福人，福，你写一个福，还写一个这个广啊，这个广吼广，表示讲恁祖先是属于讲广东话、讲客家话，还是讲河道话？啊，是到底是原住民还是华人？啊，若真正是有这个中国籍的，伊会该写华，甲完全的清吼。你安尼上准，安尼上准吼。好，这咱毋通报名钱啦吼。来，过来，咱就开始进行这个啊，所谓有历史的啊，咱头前讲的拢照相机以外吼，虽然讲上过条完，咱开始进入这个历史吼。这所谓历史是啥物呢？就是咱所讲的为，哎呦，是的，好。请了，再讲了。来 ，OK， 各位，咱有实在台湾所谓有真正历史，就是几只开始，几只开始哦。1624呢，啊，到1602年这38年，荷兰甲西班牙来到台湾，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呢？知影？台湾第一遍呢，行入历史的舞台是行入国际的历史舞台哦。就讲台湾原本是甲咱外口是田无够水无流的。一旦呢，咱外人搞出来，台湾就已经国际化，就是17世纪的啥物呢？这个航海时代啊，台湾就是已经国际化，已经欧洲化，所以迄阵是台湾就全世界上较先进的吼。啊，过来呢，啊，明天11天，过来呢，这个清朝呢512天，512天来创啥吼？来创啥？就讲啊，占台湾历史的一半吼，结果是呢，清朝呢完全无伫台湾做什么头，使安尼讲者吼。除了几啊20天以外，台湾建省，啊，人有要做什么代志吼？啊，过来一句时代50天，所以各位啊，咱从自我的观点来讲啦吼，荷兰、西班牙、明帝、清朝啊，这个东洋帝国啊，东洋日本啊，甲中华民国，就我的观点，就历史观点来讲，拢是外来进化。所以除了头壳人倒迄是台湾真正的主体以外，像这种外来进化。所以，若徛历史来讲，是应该平等对待啦。伊拢是外来进化、外来者啦，伊拢带来这个文化吼。台湾真正什么先较顶紧，讲起来是嘛真见少。其实台湾真正当家做主，台湾人啊，家己做主的是1996年啊。1996年，1992年，因为迄当台湾第一遍的百姓。咱家己的主人，咱家己的这个人民，是叫一票选出咱家己的领导人物。不管你选出来满意无满意，有满意无满意，吼，迄就是台湾家己做主。但是我咱这所选无满意，所以即阵害就害伫遮，啊，但是咱嘛是爱安尼来迄落。请问这个
河西林条以前啥物人在管台湾？哦，迄阵无人管，迄无历史。迄阵无人管，迄阵就各自部落，同我讲的，就为台湾吼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就有一寡所谓族群，啊，你家己一个部落，一个社一个社。比如讲啊，宜兰的，就甲咱北部呢，咱台北家人。台湾家己遮的原住民在管。无政府状态啦，无政府啦。迄个时阵吼，毋免读册，啊，毋免缴税金，啊，毋免烦恼饲落去，就拢无咧烦恼吼。讲台湾本是南岛族，满山遍野梅花鹿，地米果子满山国，是我简单做起来。吼，因为毋免烦恼，坐袂起袂起，拢无烦恼。嘛免烦恼咧，这个油电落去，无烦恼咧。有人无靠有地来，开始就才开始啦吼，一直到现在吼，一直到现在，但是呢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咱即阵呢，即个机啊，是即个个菜，吼，安尼就台湾的苗就佫无共啦吼，无共，啊，那照台湾的历史的苗咯，是非常有可能的，非常有可能的吼，照台湾历史的即个演变是非常有可能的，但是好较在，咱目前的台湾甲以前的台湾才无共。咱即阵有民主，所以我以前咧读册了，说民主，感觉这足抽象的啊，我讲哦，这真正是台湾最后一个武器。对，台湾人一旦若觉醒，台湾人讲哇，这个摆在，迄就无共啊。但以前是以前是完全顶悬伫遐双边边的，这是规无共的。所以，若好佳在讲，咱即阵吼，咱即阵目前的台湾，甲过去遮的台湾吼无共，什么所在？咱即阵吼有民主这个制度，有民主制度。咱即阵电视当硬面就基本啦，过去绝对无可能的，无可能的，啊，所以就讲最后即关啦吼，最后即只白虎汤啦，啊，若拼会过呢，恁就较饱上的啦，吼，嘿啦吼，啊，若拼袂过啦，只要倒里遐叫拖落去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当然，但是做观点来讲，是咱当然洗脑吼，啊，特别要洗脑要洗 yes， 啊，当然由民主来决定哦。咱若无耐心哦，咱就要力量啊，去甲抵抗啊。啊，若讲不要紧啊，拢相共啊，拢相共。吼，但这就是尾仔就是选定。但这选定以前吼，大家爱了解，爱了解，吼，了解。吼，好 ，OK。来，咱开始来看吼，咱为咱的讲义后咱开始吼，咱过来讲较紧，吼，讲较紧。各位，这个知影在哪吼？一支机仔伫台湾才38档。这叫做荷兰东印度公司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，VOC， 所以你去阿美国报哦，这大字的 VOC 就是叫做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，东印度公司，这个建立台湾才38档，所以你头拄也看到，看到无？看到无？吼，荷兰吼，这。好，啊，这支咧，西班牙，吼，西班牙，这支伫台湾采偌久？采16档，啊，这支咧采18档，吼，来，所以台湾历史吼，足多元的吼，足多元的，啊，因已经一个熟悉啦，所以咱嘛来接受啦，吼，所以台湾第一个文化，除了南岛文化以外，第一个接受文化就是欧洲文化。迄个时阵，荷兰呢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咯，像伊超越即个葡萄牙甲西班牙吼。啊，各位真正嘛毋知影吼，荷兰吼，去接咱台湾的时候，荷兰还去甲西班牙咧扯拼。荷兰为着要独立吼，为着要脱离西班牙的土地，荷兰要独立嘛，拼偌久？拼80档。荷兰为着要独立，伊前后拼80档，所独立工会是。艰难的工，当伊的工课，荷兰是足好的。葡萄牙为着要独立，为着要脱离这西班牙，拼60档，吼，一个是荷兰是当时呢是1568档，1568，1568档，一直拼到当时拼到1648档，1648，拢总80档，这叫做荷兰80档的独立运动，80档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荷兰接咱台湾时吼，荷兰还未完全脱离西班牙咯，西班牙。啊，所以你唔讲吼，
好，咱若要往海外做这个殖民地，足简单，伊就是要去海外的殖民地得到资源、得到资源、得到这个资源来做伊的建国的资本。葡萄牙嘛，分60担哦，为条是为这个1580年1580担变到变到1680担，这个80担变60担哦，这个意思啦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哈，来，这历史吼太济，咱讲明仔说我用一个例来咧讲这个台湾哦，迄个时阵是安那国际化哦，国际化来。请问在座各位，我调查者吼，我去新加坡也笑看新加坡好来，现在你捌去吼，我问一下，来问这个先生，请问你新加坡吼，安那这个钱安那讲啊？钱新加坡钱安那讲啊？有印象无？除了讲钱以外，安那讲？我问你，新加坡安那讲？啥物意思？钱嘛吼，你捌去吼？你新加坡听着吗？还是你在听着？金门也有，嘿哦。迄个海口嘛有讲。海口瑞，你看，这语言吼，甲历史的关系，我用这来做咧吼，做咧。而且呢，已经即句话已经伫台湾已经超18年。来，看一下，台湾钱阴卡巴，捌听过对不对？来，探无瑞，人扣甲。探无钱，探无钱，对对，啊，探无钱，大家知影。现在讲探无瑞，来讲瑞，新加坡现在讲瑞，金门嘛讲瑞，平壤嘛讲瑞，啊，讲海口讲瑞。嘿，简单的一个瑞，就关于17世纪大汉时代代志哦，那个看得起啊。啊，未讲瑞进前的时，我请问大家，啊，就讲你请问大家，钱敢是人来，对不对？吼，但是君子爱财，处之有道嘛吼。即阵我来甲你问讲嘛，有啥物人讲？若讲到钱吼，有啥物俗语？你想到啥物水上的啥物俗语？钱有啥物俗语无？钱对细汉人的，哦，啊，先来讲，脾气卡人卡，来，咱来看哈。我用即个来做咧吼，看咱台湾的俗语丰富吼，靠啥物程度？你看内底偌济智慧吼，啊有偌济点啊。台湾的俗语吼，有一个出来好处，叫做骂人不带脏字儿。骂人不带脏字。咱咧讲话吼，爱运用俗语啦，伊俗语吼，拢会转一弯。我举一个来讲啦，譬如讲大家吼，咧讲新妇哦，讲你这大把新娘无看走。大把新娘无看啥物意思？咱讲啦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做代志啊粗心大意对不对？做代志呢无够细心啊。其实我同你讲，原本意思是安尼吼。大把新娘无看走啥物意思？大家吼。歹势呢，新妇吼，分大件冷换衫裤规年捌咧换吼。大老新娘，这只大女，这只大女，啊灶大也细啦，伊古早大灶。灶较大。啊，这只大女灶较大，结果你讲看，啥物意思啊？分大唔讲啦，啊，唔爱做唔讲啦，分大唔讲啦，讲看有啦，讲找有啦。啥意思？我请问你家己来直接来甲新妇讲，你这新妇啊，你分大件冷换衫裤拢毋捌咧换，对不对？这叫上善话啦。啊，伊若讲吼，伊若讲来讲你吼安尼大把新娘无看走，这个话搁转一个啦，话遐上善。哦，这就俗语好处啦，就是骂人不带脏字。哦，啊，这就无共好，咱来看啊，拍台湾俗语看咯。好，来。哦，来看者，我另外大家听下，我不爱介绍啦，是介绍来做教评调配者。你看，看咱家己的这个语言的丰富吼，会记一下，会记一下。人亲情，钱性命。人亲情。对不对？啊，知影意思吼？人是亲情啦，兄弟啦，姊妹啦，啊，毋过钱性命啦，啥较重要？较重要。你看这经体啊，你骂人不该脏字啊，人亲情啊，钱性命啦，歹势啊，朋友做甲死啦。借钱的代志莫提起。我讲天明地半腰，免惊金纸无人收。啊，这若你若毋知，你若毋知，我介绍好啦吼，知影意思无？
你少年了，你唔知影啦。我讲你过去的时大人，过去的阿公阿妈、你阿嬷，你怎么看到呀？啊，所以我这个是看人嘛，我用钱拢一来看，我咧用钱要来。我知讲钱拢欠遮，钱银地半腰啦，你惊钱怎无人收？啊，这样意思啦吼。来过来，钱有唔惊世事，我带你看老师。讲钱若无咧，钱有唔惊世事，我钱若无咧，惊我就死。这意思无？死这意思啊？无元气也无钱呀，死啊！阿哥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无钱讲无话啦，我含钱摆话无讲啦。这意思。我唔是人现实尔啦，14年嘛现实。用含钱无爱啦，薯条味啦，含钱无爱。身躯无银票啦，我比比神。3个字啦，无钱要安怎？无钱要安怎啦？啊，你看咧，因为无钱你拢唔知影遮济吼。我上回拢点点听见，我讲连门背是歹啦，啊无钱免啦，你做啥吼？来过来吼，这太济咯，所以我跟你讲吼，有钱乌龟坐大厅，啊无钱受害头干惊，这讲乌龟什么意思？乌龟就是讲王八蛋啊！你若读乌龟话吼，人爱讲龟，人爱讲龟，乌龟，乌龟。人讲，我来讲有钱乌龟坐大厅，啊无钱受灾，头干惊，啥意思啦吼？是讲吼，你是知识分子，你是教授，你是博士啊，那都无钱嘞，人家上照惊啊，我以前吼。啊，若有钱乌龟咧，王八蛋咧，无先甲你请。讲钱，别讲钱做啦。过来，有钱上海。啊，无钱上海，啥意思？有钱是去上海啦，上海嘛是会使啦吼。有钱上海凯，我有钱在海凯啦，这套我读出来，sorry 啦。啊，无钱咧上海，你看台语你看较方便吼。啊，有钱食便，无钱咧这个假便，便啊，便啊，这免解释啦，便啊，便，好样免食，好样啊，便。过来咧，有钱办事，无钱办事，这建体这个法律吼，法律吼。讲有钱讲话会大声啦，啊无钱讲话咧，来，这知影？哦，这句我识解。讲有钱讲半路钱，无钱讲嘴哪边？啊，啥意思？知无？知无？你着闭嘴啦，跳头啦，跳头啦！有钱讲半路钱。字头都字哦，字就係字，字頭都著係頭都字。哦，我這個阿哥啊，這個兄嫂吼，這個兄嫂，啊，這個兄嫂，啊，這個因翁的小妹咁叫阿哥啊，對唔對？我這阿哥啊，大概有法變嘅，哦，賺一寡呢。阿哥，你做咩倒來啊？哦，唔捌在幾點啊？啊是要坐高鐵啊？是要坐什麼鐵？啊是要坐飛機？哦，快來去接，哦，我苦苦難難，有錢高半路錢啊！關伊去接啦，啊無錢高咧，隨他面哦，佢都係企我哋我嗰度咧，食死飯對不對？對我家也沒有貢獻對不對？跳頭啊，跳出來，隨他閉嘴就對啦，抱怨就對啦，人哋倒來去創啥咧？食死飯對不對？啥意思啊？你做人啦，哦，所以我你看咧，我這語言同咱真係細膩，有錢高半路錢。無錢高咧，隨他邊。講有錢使鬼，我聽過啦，是唔係？啊講咧，啊啦，塗骹過河邊，講大個錢啦。啊啦講，你呢度出啦你，本來都河邊河，本來都呢個下邊都有錢啦，你睇塗骹塗，哎，我得架塗喺塗骹出來咯。塗骹過河，過河邊啊。哦。你定是安尼，你定是拍袂出來，所以我唔是來，來過來哦，我一看就假死。講哪咧？講無是苦，有是苦，講啥？這句話真有意思呢。本來是咧講啥？講生囝，無囝，食老就艱苦。啊，若有囝是咧騙咧，話要落死，對不對？哦，啊，佮是拍你算是大水吼，啊，這個傳一寡這個學問吼，講啊，無是苦，
啊，若有咧是拢，即句咧，来讲钱嘛是个工，无钱真艰苦，对不对？然后怎样？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钱呢，万万不能。无钱真艰苦，啊有钱呢，嘛真好呢。你看，咱所有的家庭的纷争，就是老爸有钱的，为着这遗产，为着这款的迄种，你看来讲，所有的人的问题拢甲钱有关系，有水着分白白，还是讲钱拢按人一大堆啦，你看，结果尾拢是钱啦，拢是钱的关系。即讲讲来讲，无是苦是乐，所以你发现讲兄弟啊，即摆感情做个拢是老爸无分财产的，无分财产咯。你看讲哪咧，查甫人无钱，是拢较乖骨啦，若有钱咧，上空上芳。这上空上芳，你当上啥物空啊？啥物芳啊？就讲有钱了开始会足怪对啦，你有钱啊。所以即摆是拢必歹去所以有当时这句是智慧哦，你嘛来讲有钱了，什么代志都解决啦，无一定讲无拄拄，伊是解决一部分尔，毋是全部解决。所以有人讲无是苦，有是乐，是乐来，人两骹，钱四骹，再过来，即句我嘛常讲，钱银白，心肝乌。钱银本身是无做，伊是重点的，伊是一个工具。你敢若甲用，会帮你做，就讲你敢若用，会互你对了。所以钱银白心肝乌是人心肝咧乌的。看你安尼运用啦啥意思讲抬头生意有人做，了伫生意无人做。一分钱一分货。一两年变宝贵，小摊啊，小摊你能给他讲了外交钱一点烟，生理钱呢在干钱，老外钱慢慢来。这看知影讲交钱识得了，交钱识得了，老外钱呢开除了，你来所以有当时咱咧讲的时候，咱讲一句这哇，咱千军万马看下你解决是无，交钱识得了，咱来做咱去干。这有影子，咱看下日本的老外钱开不了，伊倒来啊，趁钱的过后，不择手段捡钱会捡啦，捡话会加，钱当性命人去，所以就甲我趁钱有数性命来，对性命讲这个欠钱怨债主，不好来怨父母，欠钱怨债主啦，不了钱借钱，所以真正咧感情我无你我个人我就借钱啊，我借钱无代志，先借了惊看见咱我选起来，我比起来，真济啦讲欠钱怨债主啦，不了钱，你钱借了吗？我开了不好怨父母，讲出门人好，入门袂老好，三个若生这就袂抢啦。一命欠人这就袂抢，看到无？我阿妈就咧讲嘛，讲少若生这袂抢啦，一只足抢的啦，若生足济就袂抢啦，再多不错我若该借1000块会记啦，该借1亿个，无一人去抢，后壁来拉减减，就袂抢啦，你管他个。另外，我再来讲借钱有溜溜，若偷笑，这个就笑嘛，这个数不数，那就笑，笑不笑，偷笑有有遮一个一关钱的迄个当然这有啦来，这个讲趁钱久八壁，若了钱呢，去咧帮家，这句话啥意思？趁钱足好啦，一个月咧3万块、4万块，叫你5万，再开咧，一暗一摊咧，无去啦。趁钱久咧八壁，了钱呢，去咧帮家，嘿，帮家就帮啦。一剪几年3岁是少年，你考起来嘛还是按钱的。一剪几年3岁是少年，后壁桥底啦所以呢，这讲过这讲过 ，OK， 来，咱头讲钱啊，这是附带讲你看再过来讲，台湾本是南岛族，满山遍野梅花鹿，地理果子满山国，生活简单真幸福。你看。现在登山要台湾，伊登山原乡真压榨，生活艰苦受束缚。台湾钱银用骹目5万参与小煞学，结果呢无小煞学，结果啦，比台湾钱用骹目趁无钱啦，笑甲。
啊，头钱头啊，叫你看无钱，什么叫捡角用单捡角？就是横面的石头啊，做事人呢，这个菜时阵看到横面的石头啊，啊捡起来，等好角，啊，人来去啦，去讲着这地啊，你拢生仔做嘛，你去围去，啊，所以就捡起来讲啊，横面的石头啊，捡角啊，横面的石头啊，那捡起来，等好角，完了，啊，这个说的啊，叫捡角。捡起来等讨角，横面的石头啊，捡起来等讨角。横面石头啊，就是无路用啊，所以叫无路用啊，捡角，捡角啊。所以来讲贵四人剪角，讲贵四要捡角。横面的石头啊，捡起来等讨角，捡角。这个一定要讲一样的嘛吼。抢手去拄着抢手，完了这个相等的啦吼，都抢较紧啦。这个呛死，一拄着这个呛死，这个呛死拄呛死，啊，这回事一定要让它翻过来，就抢拄呛吼，无拄拄的意思，无拄拄抢拄呛吼。阮台湾真简单，啊，国语我开始来讲遮吼。哦，你讲这语言较文化，数的关系，那叫雷，现在新加坡人那叫雷。哦，台湾有一寡人讲雷。咱拢知吼，西班牙吼占领菲律宾的时阵，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的时阵，西班牙嘛同款迄个时代去占领着墨西哥、墨西哥。你敢知影西班牙当时哪去占墨西哥？墨西哥是全世界出产什么上济所在？银就是17世纪、16世纪、17世纪呢，全世界共同的货币就是银币。拄啊，墨西哥是全世界上介济吼，啊，所以可以，这就是墨西哥的巴黎尔银币，巴黎，啊，拢用粘的吼，拢用粘的吼，所以逐地形拢无共吼，拢无共吼，无共，好，过来吼，过来看啊，你看，这17世纪的，看到无？迄阵台湾就是用这啦，台湾就用这，做上高。台湾一开始真好，荷兰土地时阵就是用这款的，叫里尔，啊，所以吼嘛，我讲里尔吼嘛，叫里尔吼，啊，英语就是 REAL，里尔，那个叫里尔吼。160年，再来，17世纪开始啦，开始有哦，较较早的时阵，伊技术袂晓好，所以到凊彩，就是我咧看着雕刻啦。来我地方，一当时啊，1300，好，1700啊，好，这拢是台湾有白钱哦，来，再来，啊，1730好，来，你看，1783年，啊，83，你看这种符啊，1783，够你看，这是啥物鬼？这个叫做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，啊，当然是用民间吼，民间看无这啦，本来你外国看无这英文字啊，看无这拉丁字啊，看无啦，啊，看了一身吼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嘞，叫骨头啦，啊，所以民间这用这叫做骨头是安尼来吼，民间咧讲就是安尼来吼。来，解看吼，是安那条啦，讲一来讲规，来讲规。你看恁这个话安尼久无？都是讲无你听吼。台湾人用钱的国际化年代上讲早17世纪呢，西班牙呢制造里尔伫台湾就开始流通啊。西班牙国王的菲利普二世，当地是呢就制造啥物呢？里尔银币，生产的就是墨西哥，所以里尔拢来墨西哥来。里尔呢？这个银币呢是西班牙的菲律宾，哎哟，菲律宾马尼拉建立这个地点了后，现在欧洲人是东方通用的货币，荷兰也使用，因为荷兰迄个时阵还佫属于西班牙统治的，是所以西班荷兰嘛是做咧用里尔，所以伊来当然是用里尔啊，最起码是用里尔咧捡到嘛。当这是呢是为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吼，为西班牙殖民地到南亚各所在西班牙、葡萄牙所在，拢用这款的货币。所以简单来讲啦，里尔就是讲的是美金啦，安尼对啦，国际的国际货币啦。
18世纪呢，清朝人的汉人嘛，对这用即款的西方来的即个银币叫做头，我讲袂好，我看袂来。啊，即甲旅有啥物关系？来看者哈。所以你看，这语言甲文化的关系哈，各位，这就是菲利普斯。这个人，咱要研究17世纪吼，这人非常重要。这个菲利普斯，伊老爸叫查理五世，吼。这人非常重要。咱讲，因为荷兰就是伊手来。互西班牙占领，葡萄牙嘛是伊个手来去互西班牙占领，所以西班牙咱变成全世界较强国家就是安尼款。所以当时是荷兰要独立，也是葡萄牙要独立，拢是咧为个手来独立，啊，所以拍落枪打。不过迄个时阵呢，无法。这就是咱今年中国代表的吼，中国。这古晋口的电视吼。咱来看一下啊，咱来讲话啊，来，各位，啥物叫？现在叫镭，啊，答案出来吼。所以镭，咱人直接从理学 REA 落过来语，啊，用台湾人讲发音叫做镭。所以镭这个名就是为 real 翻来，所以到正时候咧，你看这安尼看落去啊，荷兰的时代，因为荷兰人伊袂晓讲。这袂晓讲这英语啊，旅游，迄个从阮老母迄阵吼，我们要求呢，我们唱要求呢，大家拢爱唱国歌，阮老母讲老我都通唱，哦，袂晓唱啦，讲伊袂晓讲要唱国歌，啊，所以啊，用编的，安怎编？啊，就三民主义武当手，你听比如讲，三民主义稳当特动，一点无风已经打动。你看，也迄点嘛，做着对讲三民主义啊，三民主义稳当特动啊，一点无风已经打动。这大人啊，啊，就啊，这种我念到尾啊，我爱伊就我就欢喜个。来，看到是嘛？这金门咱讲，应该讲马经啊，叫马经吼，马祖经的迄个叫马经，像我叫类，现出是新加坡的福建的后代人。因为新加坡有一半以上拢讲了咧讲福建话，讲叫福建话，咱家己人，叫雷啊，所以有一出电影做名，甲捌看叫《钱不够用》，无雷啦，就是咧讲安尼，你内底迄电影讲无雷，我就名，你就灵感嘛，所以讲，这个雷竟然牵涉到17世纪台湾迄个时阵用的国籍，这个会面，你就知讲你语言着。到不然咱讲镭，读到是镭哦，是啊，而且读到伊镭的镭咯，啊，是这镭哦，还是这西班牙的，镭是安尼来。啊，台湾呢是开始，行国际的事务，但因为台湾咧甲国际货币甲结合，所以无听到吼，好呀，后来吼，迄叫做民间咧用的啦，迄叫做翻译啦，啊，这汉人哦，足自大啦，自大。外国人应该叫做翻啦，翻啊的翻啦，翻译啦，啊那官方咧应该叫做文言啦，文吼，文言，这叫文言，来讲笑笑，就是安那，就是诗字旁吼，啊就是这个文章的文啦，啊，伊叫文言啦，文言啦，文言。啊，毋过吼，伫民间吼，官方的言吼，官要用啦，无其他拢头壳尖尖，无简单，所以大家拢要用这个翻译啦，所以是安怎吼？这个理由吼，这个银币吼，有法度为17世纪用到19世纪啦。你看他条是较无咧用这个物件，晓得啊？一直到日本人来统治台湾，1895年台湾较无咧用银，较无咧用银啦。日本人讲我台湾咧，这个银币吼，这乱啊，后零啊银，后什么银，一大堆银就对啦，一大堆啦吼，我也是怎啦？英人统治这个货币。台湾的这个银币吼，是为日本人来统治台湾，已经到1895年，日本人较用心，全部一直的这个银币。今年是到是天下台湾啦，是讲影响的，但是上个一个嘛就是翻译的那个，这个镭。啊，官方咧，无啥人爱用，官方这个官方的银啊，你看一千3600花标，民间来讲，民间讲这个老公啊。这就是啥？这什么样呢？这就是满洲文，
完整的这个文章啦。所以各位，你若去安平啥，你若去赤坎楼的时阵，赤坎楼敢是有到底这个古的迄落有无吼？伫迄个日的时候，有迄个石的那个碧玺吼，迄内底刻的就是这是满洲清朝时发展老公仔字，民间讲啊叫老公，叫文字吼。来，你看照一下。外国来翻译的普遍伫台湾民间咧流通，官方所制作的叫做文言啊，无受百姓爱用，通常敢若文官言文内底咧使用。清朝台湾有一种官方的制作文言叫做寿星银饼，民间叫做老公仔字，因个有新老公仔片啊，是安尼来吼。所以我来大家讲吼，荷兰西班牙统治台湾的时阵，迄个是台湾就是用理由，就是用镭。所以就是安尼来吼，安尼来吼，安尼讲意思嘛吼。来，各位，咱一世人呢，咧讲荷兰咯，38单，荷兰呢，伫台湾拢总有几人，12人啦，10人。我想呢，可能大家较熟悉讲的这个，就是可以吼，可以我大家报告，伊并不是荷兰人，可以是瑞典人，瑞典，所以咱嘛了准讲吼，伫台湾做中官的，即荷兰中官的，拢是荷兰人，毋是。上尾之前，即个可以就是瑞典的人，瑞典人。啊，第八任即个卡隆的，法国人，卡隆。其实吼，我之前吼有伫电台咧做节目，我之前就是专门咧来介绍即10事，真精彩吼，伊国际性的即个历史，真精彩。即卡隆的时阵吼，即偌出名，即卡隆吼。伊是中破塞啦，伊是学煮食啦，伊是煮食，我用这个台湾中官吼煮食。台湾迄阵个落啊吼，伤济了吼，爱迄配对不对？毋过迄麻烦啦，伊就是台湾第一位教台湾人安怎来做落啊官，就是伊啦，落啊官，伊食袂了啊，食袂了。伊烧去外国拢烧迄个配啦，落啊配啦，落啊配是外国人配，但是把特较拍身啊。啊，食袂了，食袂完啊！伊就是当时就是伊用伊的技术来教台湾人做落啊官，就是啊，啥物原因？伊当时就是中破塞、都基塞出身的啦，啊，就是这内底诚济咯。啊，咱过去呢，咱咧读历史的时候，完全是完全无，因咱当做是外国人，第三讲做出名的，台湾人讲伊是台湾人，日本人讲第三讲是日本人。中国讲，就是讲伫中国来，各取所需，有地方来。来这10字吼，第一个吼第一个呢叫送客吼，送客。我想呢上界精彩吼，轰动全世界行动武林，有一个，就这个那是，这个吼是台湾12个中官内底学历相关的，读到法学博士。啊，无即个人吼，上界衰微，安怎讲？因为叫关了20档，台湾关无够，佮关到印尼的巴达维亚的雅加达，雅加达关无够，佮送去日本关。伊个时代什么时代呢？伊个时代就是德川家康的时代啦。德川家康，当然是荷兰人为着无爱得失着德川家康，将伊呢送去日本封关。啊，啥人来呢？因为伫伊个任内，安平古堡发生一件国际事件，叫做滨田米兵卫事件。滨田米兵卫事件，啊，所以大家听着，感觉真兴奋，对不对？真兴奋。这件代志影响着日本，影响着荷兰，影响着台湾，大代志啊。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来报告。荷兰吼，这个日本人后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吼。因为滨田米兵卫吼，徛伫日本人来讲是英雄啦，他是英雄。但是呢，徛伫荷兰里来讲，伊是叛乱犯，伊是杀人犯啦。安怎讲？这滨田米兵卫是日本人的名吼，滨田米兵卫。这滨田米兵卫呢，这个人呢，竟然哦，伫安平古堡伫咱嘉城，竟然的也不是得这个那。你较济不点点讲，不是用手起来，怎个压？逼伊呢强调用
强调啊，道理内底有足侪代志，做代志。好，我要讲啥物代志呢？你看啥物叫历史哈？啥物叫历史？各位，你后边有机会吼，去安平高坡，我帮你看一个啊，内行人个代志。我头讲过哦，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伊感觉这个民天民会徛伫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大英雄，大英雄。迄个是啥物？迄个是呢？伫荷兰的上尾仔时代吼，荷兰的牧师有一个叫亨布鲁克，亨布鲁克哦，这个牧师啊，这个牧师亨布鲁克，因查囝，因上这查囝就叫国姓人来拍食。亨布鲁克呢，当初时的时阵，无受到国姓爷的交代，放开因的投降，结果放开因呢，爱坚持落来。伊讲国姓爷哦，迄是虚的，伊无偌久，伊就两世就无够啊吼。啊，所以就国姓爷的观点来讲，亨布鲁克出名呀，所以伊倒来是吼较抬头。但是就荷兰来讲吼，伊是为国捐躯的，所以到这若是荷兰，还佫有一出戏，还佫演叫做《最后的包围》，就是咧讲这个故事。台湾最后的一个荷兰最后一个牧师叫做亨布鲁克，台湾话甲翻做华武儒区。所以后边你若去安平古堡去到上景观了吼，有一幅图，迄就是亨布鲁克一幅图。所以看有你就知影这历史的背景啊。我是讲讲这个历史的时阵吼，荷兰甲当作英雄，当作伊为国牺牲，但是向国姓来讲，伊是叛乱者，是较抬头。所以历史就是安尼哦。所以你就知影历史重要吼。来，我讲啥物？变田民兵个吼，徛伫日本人来讲，伊是英雄；毋做徛伫荷兰人来讲是吼，伊感觉伊是安怎？伊是一个赛警官。竟然咧从中国吼，那是吼也倒甲压啦，必然啊，必强调哟，叫做变田民兵个事件。哦，我要讲啥物呢？后边你若所以日本人统治台湾时吼，就甲采一个碑，叫做变田民兵个纪念碑。好，老出名。后来国民政府从建了时，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，伊就从这个纪念碑吼，甲刷180度，啊，佮钉刻，就是你今仔所去看的安平古堡，你有印象无？你若去啊，就看到偌一个安平古堡，我甲恁讲吼，恁以后就是讲甲踅过后壁，你就发现讲吼，后壁遐吼。去互啥物人？去互当地时的政府甲砍掉伊，甲砍掉，甲挂掉就对啦，甲挂掉。以后来讲不管那一站拢安尼挂掉，就将原本的日本人吼所写的遐个字吼，甲挂掉。我讲你嘛真粗鲁啦！你规家搭倒甲钉起来，是咧对不对？毋是啦，你甲踅过来，啊，然后迄人个原本的字甲挂掉，甲砍掉就对啦。啊，甲写一个安平古堡。国语后面你有印象，你写一点吼，后壁啊就捡起了。迄当时就写日本人的观点，咧写变田民兵话，这样代志啊。伊讲啊，伊替日本人真一口气，哇，这真好走吼，啊，所以各取所需啦，各取所需吼。啊，当然咱认同嘛吼，来，这个高兴啦吼，可以的亲笔信哦，可以当然是写互这个国姓来的一条批，吼，要留条的吼。所以伊是甲伊咧讲好来，OK， 对，够伊啊，这就是荷兰最后一个牧师，叫做亨布鲁克啊，咱台语叫做黄武儒区，看到无？就是安那，伊来到，伊接受着国姓爷拜托，写条批啊，摕来到安平，一阵啊来到安平，伊本来是其他个麻豆咖喱遐咧做牧师，啊，咧做牧师。啊，伊做英雄人，所以当时时的这个国姓爷来接我条时吼，就写条批，叫伊呢去安那去放开刀。啊，但是国姓爷嘛毋是做君主呢，做小人呢，将伊的太太，甲将伊的两个查某囝，甲当作是亲。就是讲吼，你若要听我做，恁查某囝恁下后你就好势。结果上面后，这牧师去时呢，照常呢听荷兰人讲的。放开伊毋通投降，就这样代志。啊，这啥哪会轰动呢？你看到无？这就是个查囝，你讲个查囝，伊拢在找4个查囝，两个大汉查囝已经伫安平咧，已经嫁互荷兰的军官。两个较细汉的，甲读国中的、读国小的，住伫麻豆。
迄后来就讲还佫十几尾仔尔对啦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尾仔就是叫电视讲个霸占做生意。啊，你看安尼徛在人是来讲安尼有目的吼。啊，是嘛？就是吼，伊即点什么意思啊？伊要离开。啊，大家知影讲吼，伊若离开了，是嘛一定性命无命。所以正人去可能人离开，啊，毋过呢，伊讲两件代志，伊讲吼，我一定要守信用，做一个牧师人答应啊，所以伊讲伊爱去倒，虽然倒知影讲对伊不利，第二较重要，我较重要是安尼啦，因伊太太甲伊个查某囝还佫离遐咧，伊若无做迄时阵，哇，伊太太会不利。啊，但是大家知影讲伊就会死啊，所以就较好个。啊，这个查囝，你看我们死看咧无？这个查囝，这嘛个查囝，啊，这个分得啦，一条会分得。啊，大家安尼到一年错，这就是叫做最后的保护啊。这件代志了时阵就完全改变台湾历史的形势吼，这叫做最后的保护啊，叫做最后的结果。啊，这吼，你若去荷兰吼，迄文人甲电视处理，到正式了咧演吼，演几啊百人，即出里了咧演吼，荷兰拢知影即出里咯，最后的保护吼。这吼无主区，这个买。所以以后你若去民国要去看着即条图，你知咧看啥吼，就真有意思嘛。这有最后转变吼，就是咧讲这吼。就来个14天的麻豆社吼，其他人传教的牧师房牧师区，太太的本身咱某啊，咱两个查某囝，电视讲叫做真只好进入这家人家庭，像头仔讲的吼。即个牧师区呢来到电啊时候，电视讲甲抬。这段故事离荷兰一直呢到现在有一出戏叫做《最后的保护》吼，就是咧讲这个故事，描写传教士牧师区的这个故事。咱来讲，这个电视讲民间王庙，好，这个讲了，咱就来 Q&A 吼。我本来是要一直讲到这个什么来讲吼，美国出淡仔胶，台湾出涂骹，讲不了吼。我每一个条题我拢一个故事啦，一个故事。这个讲了好，再来这个 Q&A。好来，这民间王国，其实是什么呢？正常的时阵伊是做生意啦，无正常的做啥啦？海产、海德，包括这老爸电子龙，电子龙咧，佫信教，电子龙佫信天主教，电子龙佫有一个名叫尼古拉斯，好来，咱来从这来做题啦，来结束啦吼。我有一个故事叫啥物来？因为电视讲因第仔囝后来建立叫大明王国。东宁王国，大明王国，所以台南市有一条路叫大明路，就是咧纪念这个大明路，大明王国。沙巴拉偷偷好食，国姓西人西龙走小了我讲一遍咯沙巴拉偷偷好食，国姓西龙走小了。西龙咧原本是国姓电视讲的下骹一个部族，但是尾啊。逃走去到这个北京，逃去空皇帝。安尼讲，因为伊个老爸甲伊个小弟，话讲伊个兄哥，去互电视讲甲斩头，刻魂在心，所以伊一世人呢，就是要报复。所以当地是包括呢，空皇帝本来要放弃台湾啊，伊克空皇帝千万不可会使讲是改变台湾一个足重要人物叫做西龙。西龙呢，伊后代若是住伫将军，就是住伫倒呀，老干，陆干，西龙。是老干的迄个姓氏，就是为将军遐来为台湾将军来，来，是安怎会讲？是安怎呢？哪会讲？这个沙巴拉偷偷好食，国姓西龙走失了，安尼来看者。民间的故事来讲哦，这事实了哈。在座各位有人去台南市大著名的这教会，一个叫阿公阿教会，阿公阿教会吼，阿公阿教会去后边头去的，这嘛真趣味啦，这有历史嘛吼，阿公阿教会吼，这种名。
阿公交梅呢，啊个一单呢，这台做梅哦，无人去吼，伊住5星级的饭店哦，大一顺，结果伊食是食阿公交梅哦，伊毋是食迄个内底料理，是食阿公交梅哦，啊你嘛一个叫阿公啦，交梅，啊你知影吼，阿公交梅，啊这两道有啥差别？你敢知影？啥差别？阿公交梅吼是用沙拉鱼啦。阿公阿姜梅是用土鱼，吼，用土鱼做料的对啦吼。阿公啊是用土鱼，也是用这个沙拉吼。沙拉鱼呢有一边呢最近人讲了改名对不对？这实是那真正好卫生。伊讲就像沙拉鱼呢，讲我头讲过啊。沙拉鱼原本荷兰来时阵，沙拉鱼名叫什么名？叫做麻沙拉，麻沙拉，麻沙拉，麻沙拉什么话？他有讲过啊？麻沙拉是不做话啦，是时代压抑啦，不做麻沙拉，麻沙拉，所以甲沙拉迄无关系啊，无关系，甲沙拉无关系啊，完全无关系，是叫做麻沙拉。麻沙拉是叫做尊贵的鱼啦，高贵的鱼啦。你看这个荷兰的这个文言叫尊贵的鱼，叫做国王的鱼。结果是讲两概念吼，两概念。沙拉其实是，所以我常咧讲语言太重要。你看下，荷兰时代是南岛做是叫做麻沙拉，这叫做原住民话。尾仔来讲叫沙拉啦，咱就知影讲电成功来。因为荷兰话介大其实就是亚化啊，这是伊啊，这刀啊，这个呀，这个。呀，这个，对啦，什么意思？汉人来台湾的啦，所以叫做麻沙拉，海叫沙拉啦。啊，沙拉鱼呢，就知影讲日本人来的啦。因为沙拉啦本身就鱼啊啦，免透过是放屁啦，免搁加鱼啦。但是外国人伊毋知影，所以搁加一个鱼。但是讲咱讲这仔衫是红的，啊若变红色。咱就知讲国民政府来啊，国语开始推行了啦。台湾人倒是讲原本无咧讲红色，咱讲红的、乌的、绿的、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红、乌、白本身就色彩内底啊。啥物时阵会讲色呢？茄仔色，对不对？橄榄色，迄是才加色。所以老是讲无咧讲白色、绿色。啊，所以咱就知讲，国民政府来台湾啦，所以变成一个红色、乌色。所以语言吼，快速有变化，所以原本是麻沙拉，伊沙拉啦，伊沙拉鱼，沙拉鱼，这你外来政府该讲加一个鱼嘛，伊本身就是鱼啊，你搁加鱼啊，免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哈，来，这是一个是用土土，啊一个是用迄种沙拉的吼，麻沙拉的吼，这沙拉，这土土啦吼，这土土，我要讲啥呢？这土土，来。什么沙拉鱼嘛？所以要讲要改名，无了解吼，无了解文化，迄无袂改吼。你看哦，有人讲啥物呢？讲电视讲吼，来到台湾是讲这好食，讲这什么鱼什么鱼，啊什么鱼什么鱼，讲比沙拉鱼。讲这个看得贵吼，这个凊彩讲，这种这种我看包括迄个张小凤伫我伊安尼讲，啊，是啦，是啦，电视讲吼，伊毋是讲话，伊毋是讲假话，电视讲是讲泉州话啦。泉州话，所以毋是你讲的啦吼。你看沙拉鱼吼，你看有啥物呢？海草鱼，有人讲海草鱼无？你若讲海草鱼，我就知你屏东人啦，屏东人啦，屏东人讲海草鱼吼，安平上界济啦吼，上界早就是安平鱼吼，啊嘛叫做国性鱼吼，电视讲上界食即款鱼啦，所以叫做国性鱼，国性食起来吼。啊，有人讲当然是有特别营养，读册人爱食沙拉鱼。有人讲叫做状元鱼，台湾同事咧，连前人讲咧，连阿龙就写马萨梦，马萨梦，讲叫做南岛鱼啊，马萨拉翻过。你若真正看，你翻台湾同事甲看，伊就写马萨梦，马萨拉，啊，啥物意思？就是珍贵的鱼啦，高的鱼。讲这个话是原住民的话，啥物意思？人讲这是叫珍贵的。啊，若英语呢，叫做
good fish。我要讲啥物呢？我要讲吼，这个电视讲上爱食的啥物，就是这个国信吼。电视讲呢，因后龙眼门呢，补下呢，像这个沙白鱼汤，你捌食过遮好食，所以讲这啥物因沙白鱼这是可以讲法啦吼。电视讲安平安了是呢，沙白鱼呢，好食，所以大部分呢就啦，就养成这款鱼，来叫做国信。所以沙白鱼呢是国信名代表的鱼啦。来，我要讲啥物呢？我要讲，头这以上上爱食石龙啦，看到无？石龙，你看两个车柄拼到正时，咱两栋阿公甲阿公喺度车柄，你看到无？石龙啊，上爱食这土土鱼。1683年时伊被任命的水师提督。1683年，地级爽导航石龙呢进入这宁靖王大天后宫。石龙呢非常爱食这款的鱼，就叫做咱台语就叫做这个什么啊？这个土土鱼啊，讲叫春鱼但是叫做土土鱼，土土。所以上班呢就叫做提督。他拄爱个什么鱼啊？什么鱼叫什么鱼？国姓鱼。这个土土鱼叫什么啊？提督。所以提督鱼、土土鱼甲地地到石龙。两个车柄甲照程度，你看，到这还有一个阿童就是要用沙白鱼，一个就是要用这个土土鱼土土鱼，从这后即款的以外这个车柄改变台湾苗呢，反正这阵台湾苗个上以后，咱咧管了你讲这就是这个典型讲国信这就是石龙所以后来呢，大家敢知影这个因为两个是世仇，所以姓施的甲姓陈是应不离婚的。施跟郑是不离婚的。以古早来讲，安尼是你著陪做所以以前做神讲，即个无咧信啦无咧信啦。过去就是安尼我是讲掺即款的物件掺鱼内底咧，讲安尼斗，对啦，安尼斗你看安尼趣味无好，因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甲大家。讲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好啦。